来看这诈骗犯罪，除了咱国内以外，国外的案件呢嘛是掠袂煞。这泰国政府呢是规起甲边境的电力、网络，还有石油，拢甲切互断。诈骗园区一个经营袂落，全甲260个人拢甲放出来，其中有7个人是台湾人。咱的刑事局表示讲，这有一个是通缉犯，也若其他的敢是互人骗去遐犯罪，即嘛是要搁爱调查。 便衣刑警上门强势控制嫌犯，掠11人大部假投资，诈超过5000万，真侪钱拢西往境外。警方研判背后诈欺集团伫柬埔寨，可能是虚拟货币的方式，然后将赃款移转至境外。被招诈骗据点插旗东南亚，唔拿骗钱，各怪台湾人出国。 敌人打击进前，泰国先出手，将泰缅边境部分地区断电断网断电流。缅甸也伫12为当地诈骗园区释放260个外国人，其中7人是台湾人。初步的清查，有1名是通缉犯。假设是鉴定是被害人的话，会依国籍原则来把他遣返到原来的国家。刑事局证实已经接到泰国通报，初步调查名单有1个人伫台湾犯诈欺被通缉，是不是拢是被害者爱国查证？ 啊，不过诈骗的乱象真猖狂，敢若是今年1月已经受理超过13000件的报案，财损有93亿。版主这个地方在去年也接受了救助了20几位即将要自杀的一个群众，受害者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地狱当中。警方成立专帮打砸仪表板，即嘛系统去优化。 正式新专区用影像化的方式，甲个人为网站找到需要资讯，也佮加关键字的功能，营造出不明来 ID 或者是投资网站，调查是毋是甲诈骗有关系。啊，不过全网上线2个月过，只有44万外人出来看，警方承认也佮努力的空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